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0月13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来看今仔有什么新闻重点。过来，今仔增加53356个本土病例，29个人死亡。今仔开始入境免隔离，饭店到旅行团来台湾。前中央院院长李远哲批评民进党的人员政策错误，总统府是认为院长无够了解政府目前的人员转型。台北市长郭文哲一再批评内政部卡大巨蛋的审查，内政部长徐国勇是强调讲一切依法行政，无故意拖沙。新闻开始来看，咱国内今仔增加53356个本土病例，有29个人死亡，142个人中重症。今仔是无少年的死亡个案，也毋过一个囡仔迷失死的案例。国内计共嘛已经有158个迷失死了。来听指挥中心第一部上届新的说明。有关今天的本土病例有53356例，那境外移入有65例，死亡个案29例哦。那跟上星期四相比，那增加了6933例，那上升了14.9%。我们今天并没有这个儿童、青少年或者是较年轻的死亡个案和小朋友的密死 C 的个案哦。这是一个8岁的男童，没有慢性病史，但有接种过1剂的疫苗。急诊这边的抽血看到有发炎指数升高以及凝血功能异常，所以整体是怀疑是新冠后引起的这个密死 C 哦。住院使用了类固醇的一些药物治疗之后，那病况好转得很快，已经在9月28号的时候出院返家。目前我们的密死 C 的个案累计是158例哈，那总计的这个儿童所有的重症数在今年是244例。今仔开始入境免隔离，只需要7天的自主健康管理。也毋过，国内疫情继续炭烧，专家嘛提醒讲，边境解封无代表疫情结束，至少要搁观察1个月，才知影边境开放对社区的疫情敢有啥物影响。有医师嘛分析讲，目前为着新冠病毒重症死亡的比例，搁比流感还悬。国际上嘛，搁有新冠病毒的变种病毒，法定传染病要降级，爱等啊明年才搁看卖的。为13饭店街开放边境，桃园机场出入境大厅出现真久无看的人阵，若像转去到疫情进前的生活。不过，医师提醒，解封绝对无代表疫情结束，尤其国内疫情还搁伫高原期，即马出入境的人数加悬，嘛要注意观察社区的疫情。观察的时间可以大概放在1个月左右，因为在1个月左右的时间，我们就可以观测到那10月13号的这个政策到底对于社区的传播风险，以及对我们医疗量能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专家分析，接下来爱关注的是国内敢会当连续7天确诊人数比顶礼拜同期较少，才会是疫情催落的时间点。因若这个时间点有可能会伫10月中或者是10月底。医师提醒，因为国际上佫出现新的变种新冠病毒，目前也毋知影敢会佫较高畏团。所以开放边境了后，爱注意流行的病毒株敢是有改变。现在还是在这个变异病毒刚出现的初期，我们还不知道说它会不会变成一个主要的流行的病毒株。不过，即使它是变成主要的病毒株的话，它也可能经过这种路径的管道，很快就传入台湾。医师指出，因过新的变种病毒伫外国出现了后，差不多2-3个月就会入侵台湾，即马速度会愈紧。变种病毒敢会互新冠疫情走向轻症化，也搁爱观察。估计爱等到新冠病毒引起感染的程度比流感较轻的时阵，才有机会为法定传染病来降级。记者综合报道。今仔边境的防疫放零了，饭店某个泰国旅行团飞来台湾，冇真侪台湾的旅行团准备要出国去佚佗咯。已经2-3天无法度出国，所以民众是非常的欢喜。这对新人等真久，总算等到带团出国度蜜月，充满期待。不过为疫情也做好准备，快台汽车清关1号，维他命全部拢准备交全。因为疫情延后了1年结婚，然后好不容易在上礼拜6结婚了，今天当然是要去度蜜月啦。最期待就是去吃东阳贡，还有去海边玩。很开心啦，第一次跟太太有机会出国旅游，可是算是我们第一次出国旅游。对，第一次出去玩。终于等到解封了，不用隔离。真侪游客拢讲真兴奋，欢喜抢伫国境解封第1天，甲小法团出国旅游。有旅客表示，台湾这大解封对国外疫情也是有点烦恼，选去较近的国家，加上对团有导游领队来照顾，较安心。
事隔大概2年半，终于可以带团去泰国了。以后的第一团啊，就是会不会有一些心理压力大？多多少少还是会有一些心理压力，但是泰国毕竟还是我熟悉的这个国家。我们看到航线大概恢复了30%到40%，我们认为整个市场跟我们现在的样态呢，大概也只能达到最巅峰，也大概30%-40%。旅行社表示，未来入境中人数管制解除，甲航班慢慢恢复了后，出入境旅游拢有机会爆发性成长。也分析最近2礼拜，5,600名消费者报名，50%去东北亚，30%去澳洲，20%其他亚洲国家。预估明年春节10天连假会是另外一波出国高峰，国境解封的第一天，早起4点到7点这尖峰时段，差不多2000名旅客入境的动线正顺，白班计程车运作也顺利。真侪要坐运的旅客是等真久，因为6点才会开始开出来。发放快筛剂啦，一路到包含入境的查验等等，海关我想都是一路顺畅。应该要提早一点，因为要配合飞机的到达时间嘛。那这样给旅客的话，尤其从国外进来就会比较方便。机场公司表示，国门开放，旅客也增加真侪各种运具的选择，亲友接送比例提悬不少。也讲到大众运输应该调整运作，配合班机到位的时间。记者综合报道。最近注疫苗的人又搁变多了。台中市卫生局表示讲，这礼拜网络平台新配方疫苗预约名额拢是满的，注射站目民众未少，有真侪拢是准备要出国的民众。注射站透早就真侪民众来排队，准备要注第4档疫苗。13开始边境解除封锁，未少民众烦恼讲，这感染几率会增加，就赶紧要来注新配方的疫苗。就是怎么好像又放人进来，然后我觉得会怕，然后想说有就赶快来打这样。开放是政府他没有考虑到百姓会紧张，一定很多人会紧张的。OK， 我相信你会紧张的。台中文心公园注射站的工作人员表示，现场提供各种疫苗做伙来注，不过莫德纳新配方疫苗上侪人要爱，逐工提供100档随来随注。医生表示，国内疫情也未完全稳定，最近加上 BA.5 疫情加悬，真侪少年人已经注过第3档的时间到达也拢超过半年，抗体明显不足，注的人偏65岁以上的族群更加多。现在目前，第一个还没有确诊的民众。第二个，抗体的量不足的，纷纷在确诊，而且看目前这个趋势还是没有办法平缓下来。医生表示，如果边境解除封锁了后，住的人比英国增加2成到3成。虽然第4档也是当注8种疫苗，不过新配方疫苗对抗变种病毒株有较好的效果。现本市疫苗接种量约5.4万，疫苗量及接种量能均非常充足。台中市卫生局表示，在开始开放18岁到49岁民众来注意放射，有约8台已经去互登记了啊。另外也开放企业或者是职业场所规定人来预约。这礼拜安省的等甲民众注48000档，后礼拜再开放3万多档，予民众登记。记者综合报道。来看美国白宫公布国家安全战略文件，甲中国看作是上大的挑战，嘛需要来阻止罗西亚核子武器的威胁，阁无要互伊朗军事发展哦。白宫国家安全顾问苏利文表示，未来10档美国甲中国的竞争关系是国际秩序的关键。The PRC's assertiveness at home and abroad is advancing an illiberal vision across economic, political, security, and technological realms. In competition with the West. It is the only competitor with both the intent to reshape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and the growing capacity to do it. 面对中国的这个军力扩张跟挑衅的行径呢，我们政府也将持续强化自我防卫的能力，坚定对抗威权主义的扩张跟侵略。那我们也会进一步深化台美紧密的安全伙伴关系，共同维护台海和平的这个稳定。这份国家安全文件冇讲到台湾，强调讲美国方面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反对任何一方面来改变现状。美国嘛无支持台湾独立，会遵照台湾关系法，嘛承诺讲会帮助台湾自我防卫。
前中研院院长李万德昨伫网络节目接受访问，讲到民进党第二届执政腐化的速度是比过去较紧哦，互伊真失望。伊认为讲政府的能源政策错误，对总统蔡英文真不满。也毋过总统府是回应表示讲，李院长的讲法甲咱政府目前推动能源政策的情况无啥相共，嘛强调讲有投入真侪资源来做能源的转型，会甲世界共步，伫2050年做到净零的转型。我是很失望的，就是从整个社会看的话，我们往下沉沦的力道，还是很大。对政治社会发展感觉失望，中研院前院长李元泰接受网络节目专访，讲到伊捌伫个2000年提问，台湾到底是向上提升，还是向下沉沦？李元泰回这答案：政党轮替的过程里面，应该是越来越好的。一旦得到政权之后啊，他们就开始腐化，这个腐化的程度比过去更快的话，这个政党轮替往上提升的这道力道，就没有了。李元泰也讲到净零破败议题，指出过去捌甲总统出门交流，啊，毋过总统认为自控制4年了后都毋是伊的代志。那是台湾想要2050净零，那安尼2030年就应该爱减半，啊，毋过以即摆做法来看，无法度达成。他只说2024年以后的事是下一代的事，不是他的事。2050年零排放，温度不要30到1.5度，只是希望说不要变得那么坏，但是连这个也没能做到。你要达到2050年怎么样的话，那2030年需要减半，就要好好去规划。整个国家推向减碳的目标，这个也是非常清楚，而且我们采取的节奏一步一步的朝这个目标来迈进。那至于一些个人他的一些看法我们当然尊重，但基本上来讲，政府的政策从来没有改变过。对李元泰的讲法，总统府回应，总统蔡英文伫上任了后，大力推动能源转型，要伫2030年以前投入9000亿推动净零转型。今年3月，伊也公布净零转型路径图。行政院阁通过气候变迁影响法草案，送请立法院审议。同时，台湾也甲全球共步，致力伫2050净零转型。所以李元泰的讲法，甲政府推动的现况有点无同。记者综合报道。农委会主委陈吉仲早起伫立法院回应李元泰批评政府的能源转型政策哦。民进党的立委是希望农委会主委陈吉仲去向李元泰来解说，来甲化解这误会哦。也毋过，另外国民党立委嘛问到农委会讲，目前针对 ECFA 两岸经济合作协议的态度，主委是强调讲维持现状是上好的。中研院前院长李元泰10日接受黄光芹的专访的时，就批评蔡政府的能源政策。虽然推动能源转型毋是农委会的主要业务，伫咧电报主委陈吉仲到经济委员会做业务报告的时阵，民进党的立委也是希望伊会当亲身甲李元泰讲好清楚。报告清楚，才不会有误会。那既然有误会，我们就把我们现在所做的，能够跟我们李前院长报告一下。他对我很照顾哈，所以我正想要去跟他报告。其实他要的是急速的减碳，他不只是要求台湾，他是也包括全世界。国民党立委卢玉玲烦恼讲，台海关系紧张，恐惊会牺牲农渔民的权益。目前，咱的往来石坑、白带鱼等等的农渔产已经封禁。立委就咧问讲，万一中国全面停止 ECFA， 农产品就要扣关税，农委会敢知影讲冲击有偌大？陈吉仲就表示讲，已经有评估，但是上好的状况就是维持现状。对，是在于那你对这个 ECFA 就我们来讲，你是什么态度？我们支持还是反对呢？我们当然认为持续的这样的进行的话，维持现况是最好的啊。立委嘛咧问主委陈吉仲的论文，防指控讲是抄袭，敢是正实的？陈吉仲就讲家己的勘得受检验，但是希望检视的标准都要一致。伊讲家己有一篇论文，防指出22%收藏，但是就连中华民国农业等等的文字，拢防算入去抄袭比例，对伊来讲是一种伤害。另外，针对宏基公司的研究报告，因无标示来源等等的问题，伊讲对方阁需要一寡时间厘清，才个说明农委会嘛已经同意。记者综合报道。退辅会主委帮细款确诊，所以今仔向立法院请假。副主委李文忠表示讲，主委的健康无问题哦。有立委问李文忠，敢是捌帮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陈时中发支持的感信？李文忠是表示讲，伊是利用下班的时间，无违反行政中立。
退辅会主委彭世宽原本定伫13要去立法院报告备询，却因为传出较紧。今年76岁彭世宽2月才因为心脏皮肤彩致使腰子败骸送医急诊，这边医染疫引起外界真关心。目前为止，我的了解是必要的重大的事项，我们还是要跟他报告。其他我想就是照规定隔离嘛，也让3个副主委有表现的机会。业务报告改做副主委李文忠来出席。只是李文忠，伊捌替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陈时中发布支持的简讯。伫质询的时阵，立委姚伊讲，发送简讯的对象是毋是有去动用到退辅会的简讯系统咧？对，礼拜5晚上8点。根据我个人，是时间外，但是你是用哪一个系统去发？用我自己的系统，因为我接触到的人各方面的人都有好，如果是用你的系统，那我想请问一下，这份名单是你个人的还是退辅会的？当然是我个人的。也若桃园英总伊替118个幼儿注唔到国光疫苗，李文忠表示讲，医疗 SOP 的疏忽，互人感觉无法度接受，会煞咧追踪幼儿的状况。不过院方对赛后的补偿改进的作为，伊的回答是真含糊，引起立委不满。疫苗施打必经过这个专案的委员会审视，这第一。第二，那么现在正在处理中。执行面的部分嘛，现场打的时候有没有提醒，还是有特别明确的标示？我刚报告过，这是医护人员的 SOP， 坦白说不需要另外提醒。但我们现在一个委员会 SOP 在那就没执行了，不用另外提醒。你就是没有提醒，今天才搞的这种事情啊，118个儿童。也若行政院头一遍调开策动转型正义的汇报，退辅会伊无受到邀请。不过李文忠表示讲，伊会支持转型正义，不过反对跳图当上。另外，退辅会伫个7、8月时阵会列接来拜会美国退伍军人协会才会组织，已经预定伫个12月会回登去邀请美国主流退协来访台交流。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大巨蛋的峰会避难审查已经通过，明年6月份地档开始营运。台北市长高文定进前批评内政部卡大巨蛋的审查耽误，部长徐国勇是强调讲一切依法行政，无故意拖沙。内政部的处长华正群今仔是表示台北市政府一直到8月底小组会议，才派出一个消防基警来参加会议。这嘛显示讲台北市政府根本家己无去重视大巨蛋的审查，佮包庇护航，嘛无徛伫地方主管机关的角度来监督公安。大巨蛋什么时阵会当完工？各界拢咧期待。不二个台北市长郭文迪直接讲内政部把这大巨蛋的审查卡1年外。伫13个早起，内政部长徐国勇去立法院备询，强调讲伊透底都无去卡这个大巨蛋的审查。没有什么恩怨情仇，大家依法行政。是我们没有延宕1年，也没有卡1年。我们在今年担任就实施了5次的会议，这是他们要求来看，我们也按照我们的规定，我们希望赶快让它通过。就惊讲争议会煞咧变大，内政部处长华敬群伊还佫出面来讲大巨蛋，说明审查会议的过程。一开始台北市府干那派消防局基警到现场，其他的相关单位煞拢无派人来参加。一直到8月底，台北市府才可派人来参加小组会议。这个时阵，才可来对延延的测试做执行，有摕到共识。上尾小组通过伫个9月底的大会，同意万雄公司提出这个测试的方法。不是个万一排演的测试内底若是有延误，大巨蛋明年6月要启用，有可能会佫有变数。如果在这一部分测试的方法整个速度。如果又拖了，这个是台北市政府要做的。如果又拖了，那搞不好又会再慢，所以并不是一定6月。为什么台北市政府一直是站在远雄公司的角度在说话，而不是站在一个地方消防主管机关或建管主管机关的立场在要求？他是为大家公安把关，还是继续可能只是轻轻的要带过，只是跑个程序？我们很担心。你怎么看花敬群早上又在立院说你政治口水？台北市长郭文迪咧海参讲，内政部峰会避难审查卡条着，交伊讲大巨蛋无法度照期来开工，这是政治的动作。郭文迪伫下晡公开的行程，针对大巨蛋的工程，才会做回应。记者综合报道。
国民党宜兰县议会党团今仔是以过时的证件、倒提的支票来批评民进党宜兰县长参选人江聪燕的证件是超管政府的。民进党议会党团是批评宜兰县长林姿妙伫议会开会时间请假，因要求明仔载县长必须到议会备询。江聪燕证件倒退路。跨口号国民党宜兰县议会党团13早起，用过时的证件倒退路的指标为题，批评民进党宜兰县长参选人江聪燕提出的农舍营养午餐等证件，不是朝中央，就是县府即马咧做的。因这期江聪的证件甲伊的硕士论文同款，拢是抄来的。你不要以为宜兰县民没有注意到你提出什么证件哦，其实有很多民众都是知道的。他有发现这些不只是你抄袭，而且有一些证件你还倒退路。请林县长马上比较，像江聪燕市长讲的，只要代表会有需要，伊马上销假。我嘛希望你马上销假。民进党宜兰县议会党团会见宜兰县长林姿妙请假，闪避议会监督才是真见效，因希望伊马上回来销假，14早起到议会备询，针对牵涉司法案件好好说明。我愿意用我的时间让来对咱的宜兰县的不管是农业公共批函宜兰县的在拍片说的，我都很愿意。林姿妙为什么不说自己是抄袭民进党的呢？然后有关重大交通建设，也都是民进党中央在推动的。林姿妙无正面回应，只讲愿意用家己的时间为宜兰县拍拼。面对国民党这期政策，江聪燕竞选团队是讲，林姿妙这摆政策拢是民进党执政时的延续，而且免费的营养午餐，林姿妙办了无好，造成食物中毒。国民党应该先检讨自身候选人牵涉贪污弊案。记者综合报道。美国股市大落，嘛影响到台湾的股市。今仔早起，在政部处长国安基金执行秘书阮清华伫立法院表示，国安基金最近是真积极进场操作，也毋过台股什么时阵会反弹，佮真歹讲。因为国际即马是面对通货膨胀，拢会升利息，这嘛爱看国际经济状况，什么时阵有法度较稳定。受到国际股市无稳定的影响，台股最近几日港的情形是无介偌好。国安基金入场救股市，到9月30为止，拢总投入112亿外，不过销面亏损是8亿1600万。早起财政部处长国安基金执行秘书阮清华伫立法院表示，会尽量用有限的资源来稳定股市。我们如果跟其他国家来比的话，我们的基本面还是相当的稳健。现在的本益比已经低10倍了已经低10倍了，而且我们的殖利率都是可以讲说是全球是最高的。我们的上市柜公司，我们前3季都是创历史新高。阮清华表示，国安基金毋是拢徛咧看，一直拢是积极入场。台股当时的反弹真好讲。国际目前因为通货膨胀、起利息，造成终端的需求减少。不过，要是爱看国际经济状况敢有稳定落来。因为美国今仔日暗时会公布9月份消费者物价指数，台积电下晡嘛会举行发说会。伫咧资讯发布进前，台股早盘开悬走低，盘中台积电转弱，盘中落破400块的大关，上价有到398块。指数加权指数走弱。盘中大落要200点，万三搁一届收无调，上价有到12889.22点。目前大盘也是呈现无稳定的走势。台股从高档修正幅度已经很大了，今年灰犀牛啊、黑天鹅一大堆，最大的趋势还是在美股。你看美股不好，外资一天卖个100多亿，你说实在要把整个趋势扭转有点难。分析师认为讲，虽然最近国际油价小可有落，不过美国9月份 CPI 核心物价恐惊也是真悬。美国若持续无稳定，恐惊也是会影响台股接续的表现。记者综合报道。台东县政府今年提悬生育补助，头一胎补助3万块，第2胎以上补助36000块。县政府统计讲，到9月之前额是比去年增加2%外。今年因为是好年，一般来讲出生率会较低所以台东县政府真欢喜讲，因的政策产生效果。台东基督教病院的育婴室最近发现出世的翁仔人数有大大咧增加。根据台东县政府的统计，今年1月至9月出世的翁仔人数已经有1010个人，比去年同期962个人增加48个。出世的人口嘛增加2.2%。
不过因为今年是咱人的好年，以传统的经验，生育率应该是会降低。会颠倒成长的原因，可能是因为生育补助有提悬，头一码补助3万，第二梯了后补助3万6，还有相关托育、甲养育津贴福利等等的措施有关系。我们台东县政府结合教育处、社会处，我们会在孩子的出生到托育、养育，都有一系列的鼓励跟养育的措施。官府表示，这些补助拢爱户口伫台东县才领有，不过到底敢是这福利的措施，互红领的人口有成长呢？有新的少年妈妈，甲有生过囡仔的负责人表示，其实未来教育才是更较需要协助的。幼儿园开始可能有补助的话，我觉得这会比较吸引我。生育之后会产生的支出其实是想象中的高啦，哈。民众认为讲，刺激生育率毋是靠提悬补助，即卖少年人还阁有更较侪工课需求，有囡仔的经验、甲休困的空间、甲时间等等的问题。政府若是会当定出更较好的青年政策、甲育儿政策，可能才会吸引少年人生囡仔。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来看，罗西亚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的飞弹攻击，有超过50个国家伫北约总部开会，因承诺讲会提供乌克兰愈侪武器，尤其是防空系统。联合国大会早晚以143票支持、5票反对，通过谴责罗西亚的决议。伫俄罗斯对乌克兰各大城市发动一波胸盖界的攻击了后，北约国防部长会议伫布鲁塞尔来举行，有超过50个西方国家因有因讲会对乌克兰提供更加侪军事援助，其中加强支付的防空体系，更加是会议的重要决议。And in the past few days, Putin has given us all another grim preview of a future in which the appetites of aggressive autocrats outweigh the rights of peaceful states. We would all be less secure in a world where big powers can assault their peaceful neighbors and trample their borders by force. 包含美国、英国、加拿大、荷兰、德国这些国家，拢有因讲会提供包含飞弹甲雷达防空武器。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伊佫表示讲，增加援助，安尼通来早一日结束战争。乌克兰国防部是伫咧社群媒体发布一段影片，内容亲像是写予法国的一封情诗，正罗曼蒂克来呼吁对方爱送更较侪大炮予乌克兰，通来对抗俄罗斯的入侵。联合国大会伫咧12即天的193个成员国内底，以143票赞成、5票反对、35国弃权，这款压倒性的票数通过谴责俄罗斯非法入吞乌克兰领土的决议，其中包含中国、印度。因投的是弃权票。If you as a nation are big or small, rich or poor, old or new, if you are a UN member state, your borders are your own and are protected by international law. Представлен политизированный и откровенно провокационный документ, в котором не только игнорируются все эти факты, но и содержится конфронтационный заряд, способный подорвать любые усилия в пользу дипломатического разрешения кризиса вокруг Украины. 也若顶礼拜发生爆炸的克里米亚大桥，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2即天发布一份声明，表示讲已经有抓到8个嫌疑犯，包含5个俄罗斯人，还佫有3个乌克兰和亚美尼亚的人。这份声明还佫讲出，炸药是从藏伫个22卡塑胶毛管内底，伊的重量有22770 kg。乌克兰当局对这件代志也未发表公开的评论。公司新闻郑依仁编译。世界自然基金会上新发表的报告指出，全球野生动物对1970年到今减少将近70%。伊嘛向这世界提出警告，因认为讲人类的活动会为自然环境造成真严重的损失。世界自然基金会10日发表重要报告，指出在过去超过半世纪以来，有受到监控野生动物族群减少将近70%，这数据让人真烦恼，而且是毁灭性的。根据基金会生命地球指数 LPI， 受到5000多种包含食冷动物、鸟类、两栖动物、爬行动物甲鱼类等，对总差不多32000个种群的出世，显示全球各地数量减少将近。69% drop in monitored vertebrate wildlife populations,
And some of those vertebrates are dropping even more. Monitored freshwater populations drop by an average of 83%. 造成野生动物数量减少真济，主要原因是人为开发甲建造，互动物在土地减少，或者是无适合。热侵物种、污染、气候变迁甲疾病。70% of all the fresh water on the planet is used for producing food, and when you take that much water out of those systems, it dries them up and you lose those populations. And so some of the species we're seeing decline fastest are, say, the European sturgeon and also the pink freshwater dolphin in the Amazon. 世界自然基金会认为，世界需要重新思考有害甲浪费的农业政策，因为为自然界过度处置破坏拢有责任。比如森林滥垦、鱼类生态体的被毁，更是用永续生产的方式，引入尽可能减碳，缓解气候变迁，也避免失去生物多样性。公视新闻恩文玲报道。过来消息来看，台南市长参选人谢龙介最近批评台南伫过去4档有3档交通死伤的比例是6都内底上悬。另外，无党籍参选人林义峰嘛有同款的批评。也毋过，台南市交通大队就强调讲，今年的正月份到9月份台南市交通事故造成118人死亡，是比去年同期已经减少31个人咯。大大的看板就挂伫永康区大湾路真明显的路口顶面，顶悬写着车祸率死亡第1名。这是台南市长参选人林义峰的竞选看板，伫攻击台南的交通死伤率。不过，单写着车祸率死亡第1名，无后续的看法，嘛后面就无啥啥。头尾有没有说有个头有个尾巴啊？什么？没有啊，都没有头没有尾啊。没有头没有尾。对啊。永康区上界济，永康区会使讲全省上界济。伊全部涵盖109年是206件，一直拢无改善。咱109年到111年咧，拢当最后1名。林义峰是解说宣传重点伫每一区的缺点，将会更较详细说明。而国民党的参选人谢龙介嘛认为，过去4档台南的交通有3档是全国上歹。近距离2018年各项的交通数据的落差，跟2017年相比，事故的数量是成长114%。那就包括整个号志的设置，整个交通规划的，尤其是我们台南市，在这个统计里面不必回避，碰到问题就直接面对，包括我们酒驾死亡也这么高，这都是要去面对的。我们今年1到9月，台南市的 A1 交通事故是死亡110人，较去年同期是减少31人，那减少的幅度有22%。那在今年的1到7月的交通事故，30日内的死亡人数是183人，那也较去年同期有减少6人，那减少是3.2%，降幅在6都中是排名第3。民生相关的议题，一向拢是选举期间各参选人注意的重点，希望政府会当改善。而台南市交通大队是强调，透过速度管理、主要赛车的防治，以及增加见警率等各项的防治措施，事故的防治已经有初步的成效。记者郑宏达报道。高雄市议会最近通过高雄市电话卡管理使用的自治条例未来把电话卡分做4类，其中有1类开放路边摊也是店家会当申请使用，也毋过嘛是爱保留用路人的空间。这个电话卡食早顿伫台湾已经算是真普遍的代志，不过大头家就讲，只要有人来检举，也是会去警察开单。为着要互骑楼管理标准更加明确，高雄市议员吴已经提案，骑楼管理使用自治条例最近已经送议会通过。未来电话卡有分4类，其中的第3类是公告1.5米的大条加使用，大头家会使申请白单，不过要有留人甲车会当通过空间。如果没有人检举的话，是应该还好；检举的话，他就会来开单了。不要这样子，因为你这样子，大家都会有样看有无样，家己想要安怎迄个。电话卡要开放，大头家是真认同，不过嘛有人烦恼准唔准是安怎来认定？工务局表示，因虽然是主管机关，不过要认定土地敢是电话卡用地，后续也是要交予各目的，需要主管机关去决定。骑楼的主要回来申请，然后我们可以在这个骑楼只要留下1.5公尺供人行的空间，或者在出入口地方做个1.2公尺的这个出入口。这些空间以外的地方就可以来做一些使用。就是跟那个
机车抢路啊，就我们老人家不方便啊。开放灯仔卡，敢会影响到民众的通行权？民众表示，过去就捌看过灯仔卡，互人全部占强，乃当行灯仔卡，免甲汽车、机车抢路，当然是上好的。港务局也表示，为了让民众方便，有咧研究针对店家提供灯仔卡无障碍空间，也是婴仔车的优先环境。另外，佮提供奖励措施。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昨昏高雄高山有几栋连做伙仓库火烧哦，因为拢放一寡车轮啊，所以火是烧甲真大。有民众是认为讲应该把这个仓库拢拆掉，也毋过有文书工作者认为这个仓库有过去5060年代高雄产业发展的历史基地，应该保留落来。大火甲乌烟一直向顶悬窜出来。高雄高山马卡道路的一个联动的仓库，12号暗时10点外发生火灾，因为起火仓库内底放真侪链仔顶熬着火的物件，造成火势无法度收煞。厝主发现仓库伫火海内底，损失真惨，伫现场考出来。这边是综合式的厂房，那包括有轮胎保的一个汽车保养厂，那包括有那个免洗餐具的一个工厂。它都是属于助燃的东西。起火点大概我们初步了解是在马卡跟马安街口这个角落先起火的。那至于起火原因，我们会在灾后就马上立即进行进一步的调查。火势一直到13号半暝1点外才灭掉。透早火调人员到现场调查的时阵，涂骹拢是烧甲翘起来的铁皮甲臭火搭的木料。其实这几栋仓库真有历史，是高雄上大合板加工厂林昌号伫1960年代扩建的厂房。安门涂骹新增起的壁，就是上大的特色。工厂停业了后，目前租做工厂也是仓库使用。现存的厂房呢，其实是见证了爱河中游以前非常重要的那个工业地带的一个就是产业的见证，因为曾经这附近全都是以工业区为主。第四界拢是大楼的美术馆特区，具铁皮仓库的存在，互居民拢希望会使拆除。但文书工作者表示，除了小气的仓库，隔一条巷仔这几栋同款是林昌号的厂房，起的时间搁较早，是高雄现存历史上久的合板工厂，对产业发展史来讲有真重要的意义。比起拆除，建议结合固有的空间甲新的设计，互变做见证历史文化的所在。记者陈环武、柯建准高雄报道。918大地震，花莲唔有真侪厝受到破坏，由于的灌溉水准嘛拢互地震毁掉咯，造成离奇的稻仔，即马是无水源通饮产。赤科山的产业道路，真侪路段嘛拢崩山，农产品无法度再落山，农民是真烦恼。918地震了后，玉里赤科山的产业道路原本已经伫9月23抢通，不过10月初是小连续大雨，又搁有崩切起去，其中伫7公里时的所在上介严重，落落来土石有3000立方公尺。只要碰到豪雨事件，地震完了以后，又是上面的土方比较松动的，就会往下再崩塌这样。山区的居民咧喊参讲，今年金针花季因为地动霜长，即马路又搁崩去，生活会受到严重的影响。包括连网路线都断掉，那通讯也对外中断，这样导致山上的居民几乎是与世隔绝了。另外，玉里镇上部地区的稻田因为地动霜长，准到歹去地下水无去，安尼互二期的稻作长咧灌规的稻米，煞无水通用。水沟都破掉嘛，整个堤防也都崩坏掉了。是所以说大圳的水就没有办法进来，所以说这一期的几乎都靠看天在吃饭了。县府表示，会请富里乡玉里镇公所紧密来把这个农田受损的情形盘点给县府，建议农委会明年一期稻作爱做专案的修耕补贴，农地甲水准的修缮都爱照进行。在这个水土保持区域内的这个水田，如果因为赈灾要整地，因为目前的这个水保规定，还是要提出这个紧密水保的这个申请，因为有动用到大型基建。水保局表示，讲赤科山会紧密伫10月底抢通，农业处是强调讲，稻作若是受到欠水影响，会当比照天然灾害补助的办法价，公所来申报，县府嘛会紧密来核定补助。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南的东山国中哦，这几档是真认真的推动神农教育。今年有真侪单位合作，所以校园设置的生态的饲蜂场，有专业蜂农来了解东山在地真重要的饲蜂产业，和学生来了解。神农教育是愈来愈实行。台南东山国中伫学校内底设一个饲蜂的蜂场，目前已经开始运作。
我们都知道蜂蜜在东山在全国的产量算是相当大的比例。那我们希望学校的课程可以去结合到我们东山在地的地产，让学生对在地产生认同。东山国中请的讲师本身就是芳农，伊表示东山国中的校地是真大，通运用的空间是真多，而且四棵位也各有营养含奶汁的树仔，环境是真适合。另外，伊嘛想要办一寡活动，让大家更加认识这个产业。用伫东山国中这个场地，伫操场那边来办芳的一寡体验活动，啊，阮会加一寡烘焙，也是一寡加工的部分，含芳的元素夹做。东山国中的校长是讲，未来这个场地也会提供予全国有兴趣的学校、各有单位来利用。同时阵也会请芳农来交流，希望延续这个环境的价值。记者综合报道。为着要互囡仔来认捌故乡的历史甲地理环境，南投水里的俊庆国小甲上安社区因做伙办户外教学，带学生甲社区的时代，老人囡仔拢一边行路运动，一边来听导览员来了解地方的特色。南投水里的郡庆国小甲上安社区做伙办我爱乡土的校外教学，经过出桥、乌森林，然后做伙行入来上安社区，甲学习的地点对教室刷到外口，带时代囡仔四界拍走，毋但有运动着，也通对活动过程来了解家乡。呈现了咱这个老宝贝甲小朋友这是人文历史故事，因为咱是会陶诗、赫伯、甲9·11地震，所以这些过程要让小朋友知道。很高兴今天跟社区来合作这一个校外教学的一个活动哈。那我们今天进耕国小的学习来到我们社区，那今天来到做一个99配合99体育日来做一个健走的活动。那健走活动之外呢，我们跟社区结合，善用社区的一个在地学习的资源。那总结，那带导览讲水里的老故事，互囡仔了解，时代嘛感觉像安尼出来行达真有意义。很好啊，让我们这些老人家大家小朋友做会啊呢，就好像是很3代同堂这样，这些老人家也能让他好安尼行出来安尼，对，真有意义咯，搁准备带阮这老人出来，头脑会较好，无拢会带住渐济。用爬山走近的方式，一步一步了解故乡的历史甲地理环境，然后社区的时代甲学生囡仔互相交流，有地方的参与感，嘛达成在地学习甲运动的目标。记者综合报道。台湾大约200万人有偏头风的症头，有医师就讲常常食止痛药病情可能会愈来愈严重，所以建议民众应该爱去找神经内科去检查看卖的。那一开始头痛，我几乎是躺着的，不能动。我刚开始是吃普拿疼，吃8颗。今年57岁的麦小姐头痛问题已经30年，进前偏头痛夹起来时，根本无法度做代志。落尾知影有头痛门诊，伫医师诊断之下，开始使用预防性的口服药物、注射等等。因为进前逐工头痛，感觉即马每个月痛4摆，生活大大改善。小朋友的3餐啊，家里的料理我都可以一切正常，不像以前就是没有办法做这一些事情。医师表示，真侪民众会误会偏头痛，敢若是一种症头，其实偏头痛嘛是一种疾病。民众拄着偏头痛，常常拢食止痛药啊来解决，但是长期可能造成反效果，建议应该找医生以预防性的药物等等来做专业处理。而且医师最近也观察到，新冠肺炎会致使偏头痛更加严重。不少病人打了疫苗以后，他暂时性的头痛会变坏。那另外一个是染疫以后，也发现有些病人的头痛会变坏。那大致上呢，都是在染疫的时候到染疫之后大概2-3周之内，大部分人会发现他的头痛的频率或程度增加，那吃药效果也变得比较不好。医师表示，会使透过1-2-3口诀来防治偏头痛。每礼拜头痛超过1摆，就要看神经内科。每礼拜食止痛药超过2天，可能让头痛变严重。会使透过运动、放轻松、预防性药物3种方法来预防。记者郭鸟水台北报道。来看美国 NASA 伫9月底发射一个自动贩卖机大型飞行器启动小型车经过这段时间的观察，宣布讲这个任务真成功。小型车飞行的路线确实有改变，嘛正是讲未来若是有行车，有可能伫要弄到地球，会当透过这款的方式来改变伊的路径，替地球来化解飞机。
Good afternoon. 美国航太总署 NASA 伫11宣布，9月2日，隔离地球超过1万公里外的小行星迪莫福斯对龙，简称 DART 的双小行星轨道测试飞行器，成功将迪莫福斯弄离开家己的轨道。这是咱人头一届改变天星的路线。7 million miles from Earth, and it came in at 14,000 miles an hour, and it was a bullseye. Now, this is a watershed moment for planetary defense and a watershed moment for humanity. 小行星迪莫福斯直径差不多160公尺，挖买一座埃及金字塔的大细。是另外一条较大粒的小行星迪莫斯。NASA 伫9月2日，和差不多一个冰箱大的飞行器 DART 主动弄迪莫福斯，佮将迪莫福斯塞入去细迪莫斯的另外一个佮较细、佮较近的轨道。这个任务成功了后，有助咱人伫未来降低行星也是天石弄地球这种灾难的发生。And it just gave it a small nudge. But if you wanted to do this in the future, potentially, it could potentially work, but you'd want to do it years in advance. 这个主动对弄小行星的计划用7年的时间研究，超过台票105亿。DART 飞行器2021年11月份发射进入太空了后，大部分的时间由地面控制，最后阶段才交由自动导航系统。这个测试当中，2粒小行星甲测试器本身拢无对地面构成任何威胁。迪莫福斯顶级的小行星，就算弄到地球，也未造成全球性的大灾难，啊，不过也是会毁掉一座大城市。公司新闻建元庆编译。来看沙地阿拉伯有一个资本的幼教老师，为着要挑战当地对女权开放的程度，伊改跳更讲哦，虽然受到真大压迫，也毋过伊嘛是真坚持，希望会使打破传统的观念。换讲讲，弯落去也是跳腿，这动作其实不简单，也考验身体柔软度甲肌耐力。原不伫驾驭车的纳达，最近才爱上结合德甲美的更公布的课程。إن البول غلط ما ينفع نتعلم لا هو مفيد لك وشيء أنت بتتعلمين فيه وبيفيدك وبتنبسطين وبتقوي لك جسمك 对纳达来讲，跳更公步会使训练全身的肌肉，调塑身材，伊也真享受这项运动。也不伫面风真保守的沙特阿拉伯，更公步其实是禁忌，亲戚朋友更加无倒来认同。لما قلت لأهلي على طول قالوا لي لا أنا إيش البول لا زي ما نشوف بالموفيز زي ما نشوف بالأفلام مرة غلط لما تعلمت صرت أرجع البيت شوفوا الفيديوز شوفوا كيف واو أقول لهم إني أنا أرفع نفسي مو سهل إنك تحطين يدك على البول وترفعين نفسك مو سهل 纳达决心来改变大家对更公步的印象，坚持继续锻炼。不过伊接受发新社访问时，无愿意讲全名，显示这社会压力依然是真大。近年来，沙特阿拉伯对女性限制慢慢来放松，妇女将会使开车出去，用自由出国来旅行。另外，伫骹球甲高尔夫球运动的参与度也得到提升。不过，甲这个更公布动作运动是拄则起步而已。正如沙特只有3间健身房有提供更公布的课程。من سنتين احنا بدينا في كلاسات البول من افتتاح الجيم يمكن كان عندنا مشكله قله المدربات فاضطرينا نعمل اكثر من تريننج تدريب مدربين علشان يكون في عندنا مدربات نقدر نستفيد منهم 这位健身房业者讲，伊伫女性更公布学员身上看到自信甲改变，伊相信这项运动会吸引更加侪女性来参与。公司新闻张惠敏编译。下晡半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3度，上悬27度。中部地区上低25度，上悬32度；南部地区上低27度，上悬32度；东部地区上低24度，上悬28度；华东地区上低22度，上悬29度。再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第一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下晡3点，咱再会。